大家好，我係所長馬高。今集收容嘅係 Hot Toys 1:6 The Flash 電影入邊嘅老年 Batman， 準備開箱。一打開就見到全部級數，背面都係 Batman 嘅大頭。話咁快就攞晒出嚟啦，睇返張說明紙，睇一睇啲配件，連埋繩嘅 Batman 飛鏢，今次包3對手型，一個好細嘅飛鏢。之後其他武器就一陣間再影俾大家睇。今次有個淨頭套，今次有個專擺頭套嘅支架，今次睇一睇 Batman 嘅頭雕先。頭雕係演員米高基頓，第一次做 Batman 係1989，到而家都算係老年版啦。但係其實都比電影入邊做後生咗，套戲入邊好似再老啲，頭髮再稀疏啲。再試埋對可動眼，只需要拆後邊頭髮件，已經夠空間用手指喐眼啦。記得玩完吸返個無縫頭髮蓋，要甩返個頭套，準備速凍啦。記得要對返 Batman logo 試返落去。都算係好簡單嘅換頭，再影近少少個頭雕，就算面具頭雕都有可動眼。都係用手指可動，再試埋換第二個嘴型。即刻變咗個驚訝嘅表情，再轉埋第3個嚴肅表情。
玩個 body 前轉一圈俾大家睇。試一試啲可動，其實就咁睇，條腰同個頭都好少可動。勉強可以向上咬20度，向低都係大約20度。因為件膠衫實在太緊啦，左右轉動其實好輕微。到隻手向外攤開大約45度，向前舉起勉強可以90度。手臂屈曲大約可以去到83度。到試隻腳，舉起大約70度。到左右攤開大約40度，再舉高只有回彈。膝頭位置屈曲大約130度。腳掌可動就係最高啦，走地完全冇問題。記得轉任何動作都好，影完相就要放返低，如果唔係就會有永久巢紋。今次件斗篷有7條鐵線，條鐵線好幼，要小心啲屈。個地台原本係可以着燈，但係我又唔好彩，又中些。插埋梯絲線，完全唔着，唯有晏啲又拎去售後啦。而家再玩下啲 Batman 武器，呢一把繩索槍同1989年係一樣嘅，都係可以分體。再用返啱嘅手型。認得嘛，都算係經典 pose。呢一個配件都幾得意喎，係一部小型電腦，但係其實都唔興啦，而家已經係用平板啦。之後寫住 Level 11嘅配件，本身用磁石黐落手臂度就搞掂，係咪代表佢出拳用到11 level？再玩埋個繩索飛鏢，我就將個鐵環綁落手指公度，果然係夠晒懷舊嘅武器。係時候玩埋終極大配件，飛行版嘅 Batman 斗篷。等我示範一次換俾大家睇。最難就係掹走塊袍，前邊呢塊部位要小心啲，因為有魔術貼。再掹埋背肌塊膠，再對啱魔術貼黐返上去，再攝埋塊布落 Batman logo， 再還原返 Batman 頭。就算可以撳返低件袍，但係睇落去都好似怪怪地咁。
等我還原最自然嘅一面。首先舉起手，經典嘅 Batman 滑翔 pose， 一攤開就成為空間殺手。老年版嘅 Batman 就玩到嚟呢度，今集都嚟到尾聲啦，多謝大家收看。中意嘅朋友希望可以分享、訂閱、讚好，撳埋隔籬啷啷，一有最新影片即刻通知你。我哋下條片再見。